白冷圳、柏朗尊，对于生活在都市丛林的我们而言，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；但是对新沙乡大大小小的居民来说，它却是儿时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更是那养活一家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因为对新社乡民来说，柏朗尊既是灌溉的泉源，更是向天争一口饭吃的最佳证明。民国17年当时兴建柏朗尊，长16公里半，按本村复兴村本村那就定在8公里以下，所以就一半下改了。按工人有为了地方蓄水用水方面水田刚开，它就起来按那水桥又给它办了，按绑工嘛40块错了，按这个分析官你本身讲啥样有3错本村有1错，政府1错还长的，开始上一来就替他给分析官了。按那工人就是为了地方那个饮水方面钢块方面供应满一台，为了新下乡的饮水满进台了。没错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定胜天，宁听生田。也许夸张自大了一点，可是当我们看到了那老祖先历经千辛万苦所留下来的结果之后呢，却又不得不为这宏伟的建设过程在心底响起了一声声的赞叹声。然而努力是有代价的，看着这一片片当初从无到有，时至今日树上却结满了粒粒金黄色饱满的果实，不由得佩服当年老祖先们智慧的决定，不但造就了今日新社乡枇杷王国的美誉，更留给了后世子孙那心中无限的希望。毕竟饮水要思源嘛。首先当反阳大家来到咱新社乡阿良本地的复兴村，复兴村的枇杷是大概是来讲当河内的生产地方。它复兴村那个地方有2个地点，一个是头盔，一个是二盔。头盔嘅地方比较较冷，在早上时头变暗晡时头加冬强冷。所以呢，枇杷来生产，它那个地方生产吃得出这个口味，尤其其他年初的时都有好采收嘞。这个色是金黄色来，金黄色对大家来讲都当安尼喜洋洋，安尼这个好的菜头。有土斯有财，一句流传不变的老话。看着老板娘细心的守护着那一粒粒得来不易的果实，脸上的表情是快乐而有自信的。当然老板娘有说到，其实当初她并不喜欢枇杷，只是在阿伯的好说歹说之下才每次我爸爸都来到这个蔬菜拍手起家，我嘛是土生土这个地方的。我爸爸将枇杷交给我的时，我对佢一chút氣味都冇。我講你冇嘅事，做乜係愛做？我當上計幾皮我想摸哦。我爸爸講，佢慢到啦，你先少1年啦，我真嘅冇氣味你將來恢復。好啦，1年過1年，經過一家研究嘅成就，枇杷又好事啦，又當強烈嘅事，冇唔錯，佢所有嘅過程當密磨。日子辛苦，所以我對枇杷有這種特別懂得自己嘅嗰種我希望講，咱社會上大家從下時代來接受了枇杷，來食咱自家地方上所生產的水果。所謂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。當我們工作小組正準備離去的時候，卻受到頭家跟頭家娘熱情的招待。看到這畫面，不禁讓我們深刻的體認到那種客家人好客的精神。看着頭家娘燦爛的笑容，相信會有更多的朋友想要來這裡，想要跟他們來交陪。不過我想最重要的還是為了那一顆顆又香又甜的金色的枇杷。